2点？大概4点。5点就来了。我1点就来了，中午知道就跑来了。那怎么会想来呢？因为你没有看过电影。虾卷影又来了，2点、3点那边。我今天4点半吧，觉得很好看，觉得很感动。2刷了，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去影院自己去看啦，因为我觉得它传达的很多小细节，而且就是真情的流露，那真的是很赚人眼泪。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拿到的虾卷吗？好啊。嗨。总结一句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孤味，对，然后让孤味的票房继续往上冲。我觉得孤味是一个非常具有台南意味的一个故事，那也带着我们台南的美食，所以很希望各位观众都可以一起，还没来过台南都先来看孤味，看完孤味之后再一起来到台南一起来玩。其实因为我从小到大，因为我爸爸妈妈这边都是台南人，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寒暑假都会回到台南来，所以对台南的巷弄也好，还是玩的地方我都很熟悉。所以这次里面很多的场景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些回忆，所以那时候不管短片或长片，都是觉得一定要回台南拍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国片《孤味》你有看过了吗？你知道片中将近有70%的场景都是在台南拍摄的吗？不仅如此，台南的虾卷在片中也是个灵魂的角色，是部充满台南味的好电影。而刚拿下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及最佳女配角奖的陈淑芳阿姨，近期更多了国民阿嬷的称号。今天她也和许承杰导演及制片一起再回到台南，感谢影迷及发送虾卷。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孤味》，要记得赶快进到电影院来感受台南的滋味与感动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哲山，介绍大家今年最夯的一部电影，叫做《孤味》。那这一部电影整个场景有70%以上都在台南市来拍摄。所以，如果你进戏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一定是会受到故事的这个吸引，而且对于周边的这些场景，你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这些场景包括是在我们的渔光岛，包括鹿耳门的天后宫，那还有包括在府城里面有很多的巷弄，包括你曾经去买鱼的地方，我们安平的鱼市场，很多的场景都是你最常去的这些场景，而融入了这部电影当中。那这部电影讲的就是台南的故事。如果你还没有进戏院看这部电影的朋友们，欢迎你赶快购票进到戏院去看这一部非常精湛的电影《孤味》。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2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对台湾、对世界来讲，拢是充满挑战甲考验的一档。其中，台南对传统农业到高科技产业等等，市长黄伟哲表示，伊准备好啊，有信心带领团队迎接2021年更较大的发展。到了年底，对了欢喜迎接圣诞跨年的气氛，对着市府来讲，嘛是团队接受考验的时阵。上午第一场成果发表会，由副市长赵庆惠主持，包括经济发展、农业、劳工甲地政，拢由局长分别发表5分钟的简报。希望在疫情的冲击，希望会当为台南创造新经济时代，实现安全富饶城市的承诺。伫每一位局长报告以后，市长甲各产业界代表以及媒体，嘛拢夜排啊编价，参照科技共款。水利各项我们也可以补助各项公共建设。那说陈局长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抄袭，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报告的里面。富饶城市赞不赞？赞。台南市赞不赞？赞。今年充满了挑战，但是我们勇敢的迎向这个挑战，并且缴出一个相当让国人让市民朋友可以接受的成绩单，尤其在失业率的降低，在就业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以及在公共建设基础设施的部分，都到处可以看到台南市欣欣向荣的一面。也期待借着这个成果的这个初次的公布，
能够让市民朋友了解市府团队事实上是非常努力在做的。那议员的监督、议会的监督，我们也是非常谦卑的这个听取议员的建议还有指正。面对市府大动作选定开发来进行招商、农业转型、甲优质土地开发等具体成果来向市民报告。不过，看伫议员出会间中，却是真无满意，认为根本是家己报，真烦恼开发都无重大建设。你没有看到他对大西北有任何重大的投资建设，能够让百姓生活改善、增加收入、增加就业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对这个记者很不满意。一当搁要过去，面对2021年的挑战，市长表示绝对是用乐观、谦卑的态度来迎接，强调市情无上好，只有搁较好。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议员林苑章甲林美燕因为接到陈情，表示伫永康甲东区最近有卖少无人的自助商店，因为内面卖拢是成人用品，不但营业登记甲原本无符合，而且开伫学校200公尺范围内，议员烦恼影响学生，要求市府依法严办。透过民众提供的影片，台南市最近开了卖少的自助选物无人商店。虽然营业登记拢是企业社或者是餐饮，不过内面贩卖竟然拢是成人的用品，加上商店却拢伫学校的周边，严重影响到学童的身心。民众对9月份陈情到现在却拢无看到市府的作为。对此，议员林燕昭甲林美燕上午邀集市府相关单位，包括法制、经法、教育、警察甲社会局等单位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一定要严办。你不能在200公尺以内，这个无人的成人情趣用品，它不能在所谓的国中小幼儿园200公尺以内。你们针对娃娃机可以开，为什么叫做这种无人商店？你们没办法去开单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开在住宅区违反都市计划土地使用他马上给你开完6至30万。你们要去看啊，他开了，就像燕初刚说的，有一个企业，有个业主，他也是开的啊，但是他所营业的项目跟他当初所申请的项目是不符合的。上面看，你们相关部门谁去看了？谁去看了？没有把关。对此，市府经法局表示，经法局只负责营业登记，有关儿童少年福利的主管机关是社会局，经法局只用针对营业登记无符合来开发。议员愈听愈生气，认为市府是咧互相踢皮球。最后社会局嘛回应，已经有组成联合稽查，目前正咧签裁罚当中。依据这《儿少法》47条第4项的部分也就是说，他要设立成人用品零售店的话，他必须要距离儿少这是一些幼儿园、国民中小学、高中直销200公尺以上嘛那这个部分，它要检具相关的一些证明文件那来我们这边办理商业登记才可以营业。所以我们这边经发局是办理商业登记，不是核发执照。那是不是有相关的执照的核发？那要请儿少的主管机关那边来那个办理了家长向你们陈情，你们各推各的，那是经发局核发的执照啊，那是社会局应该开法的要让他勒令歇业啊。我们现在来问一下社会局，我们这件案子是在9月19号，我们在1999的线上我们接获通报，那我们在26号就跟都发、经发跟消保官去做联合稽查，那我们在联合稽查的过程当中有发现这样的事实，我们去查掉业主的一些身份，那我们也依照行政程序要裁罚之前也请他提供陈述意见的一些那我们现在在签那个裁罚的那个会相关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当中，这3家。议员表示，过去的夹娃娃机风行的时，嘛曾经发生类似的案件。现在无人广告的自助选物商店嘛哪开哪济，议员要求相关单位应该严格把关，袂用的互成人用品伤害学童的身心。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市府第一场年终的联合成果发表会中，劳工局以创意就业普朗会加多元就业服务的持续推动，今年已经创下失业率6度上低、劳动参与率6度上悬的好消息，要甲市民分享。劳工局今年上届大地发表的成果，包括率先全国成立台南市职业安全健康处，落实劳动检查，维护劳工职场的健康。另外，持续整合专业工会甲志工，替弱势家庭来维修厝内。今年到24号，而且嘛将这款做甘心的台南经验，甲其他县市分享。今年一共完成了24户这样的一个房屋修缮，咱比如需要这志工朋友相挺做伙，参咱的材料钱，把咱所有的好朋友相挺小额捐款，我们这样相挺做伙来塑造我们这些劳工伙伴，让他有安居乐业这样的一个环境。另外一个部分，咱今年伫咱副总统的促成，伫市长带领之下，嘛甲咱台南加好的一个爱心，我们水平展开到屏东、高雄、嘉义、云林，我们服务把我们的经验分享出去。全台市人口数来到188万，其中劳工局推动创意就业普朗会甲多元就业服务，伫今年顶半年，包括劳动参与的比例62.4%是6度上悬，而失业率3.8%则是6度上低。这款抢眼数据，劳工局长伫年尾联合发表会中，嘛一一甲市民分享。台南新闻郭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减少民众到地检事务所排队等待申请地检资料的时间，台南市率先全国推动地检填本的换白机，家己操作5分钟内地当出境。地检局表示，会先伫台南地检事务所提供市民使用。这台就是台南市针对地检填本等资料率先全国所推出的换白机，因为根据地检局以108年核发的地检填本到381万张，其中民众到各地检事务所柜台申请到56万张的庞大数量。为了减少民众等待时间，现在完成身份验证以后，透过行动支付家己操作，5分钟内地当出境，相当方便。现在推出了这个誊本贩卖机之后啊，就有点像是在机器上啊就可以申请这个誊本。那我们透过自然人凭证的插卡来验证每一个申请人的身份，那确定你可以申请的誊本的种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点选我们所要的行政区、地段、地号，那就可以呢申请你要的这个誊本。那另外呢，这个也是线上支付缴费，所以呢是无现金的一个地政服务。那我们预计这个在全台南11个地政事务所推出之后呢，它可以呢方便的服务民众，那让民众呢多了一个申请誊本的管道。地检局表示，目前先对台南地检事务所试营运，未来配合换新身份证，将持续扩大到全市11个地检事务所。利用这新的一档，地检局都要推出换白机的智慧化服务。局长嘛强调，土地开发优质化将推动7大新兴开发区，包括上届热门的南科 FG 区区大征收。那 FG 区呢是现在目前最火热的，因为现在台积电到这个南科来扩厂，那他现在呢科技部在帮他这个征收科技的厂房，但是呢这么多的就业人口来到台南呢，他不仅是需要工作，那同时也需要住宅、生活、娱乐、商业等等各式各样的生活所需的土地。那所以我们南科 FG 的区段征收区呢，最主要呢就是在提供生活服务专区。好，那有别于这个科技部所提供的产业用地，那我们就是为当地人口呢提供更多的住宅、商业的服务，那也可以取得很大面积的公共设施用地，节省呢政府呢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成本跟开辟的成本。创造宜居大台南。台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先翕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拍摄营24点钟看上纪录焦虑上济台湾国际关照马拉松，国和上午伫北门游客中心热烈登场。今年总共有32支队伍参加，其中3队由在台国际教育组成。台湾国际观鸟马拉松的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参赛队伍将伫分嘉南3个县市范围内，以各自赏鸟的经验，规划24点钟的观鸟路线。以记录上侪鸟类种类来挑战上好的成绩。主办单位分嘉南滨海风景区管理处长徐正能表示，过去拢有国外朋友组队来参赛，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特别邀请在台的国际鸟友，分别来自9个国家，组成3支队伍来参赛。今年主要的这个比赛，我们也预计24小时，有2天，算是2天的活动。那会从早上从北门这边出发，那预计他们会在云嘉南的沿海的地区来观赏我们的水鸟。那有的会跑到像阿里山、西拉雅这边来观赏一些台湾的特有鸟。那今年的战况也非常的激烈。我想虽然疫情这么严峻那台湾能够把它守护得很好。那也获得了国际人士的赞赏。今年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预估整个国际的疫情没办法比较好转，所以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因此我们这一次就针对国外的旅行社本来要推荐来台湾来采线跟赏鸟的这一些就先暂缓，但是我们有邀请了国内在台湾的这一些外国人士，也是有很多喜欢在台湾赏鸟的这些外国的友人还有专家来参加我们的国际的赏鸟论坛以及今天的国际观鸟马拉松。另外，今年还有亲子家庭的比赛，分别组成欢乐三宝饭、胡与伦比等8支队伍。其中来自云林岛那的陈同学，已经是第4档来比赛。他从小就很喜欢户外活动，他都自己翻书、自己找资料、自己学习，我从旁边给他push这样子。看到有鸟的地方就去看然后就到处去就是一直去尽量的在这个限定的时间内去找到理想的鸟种数是爸爸先找还是妈妈找，还是你会分享一些经验，还是爸爸经验带你们去找？大家都一起。有讨论吗？有。觉得我们赏鸟也好，跑山也好，像他赏鸟的话，就懂得分享。他到哪个地方有鸟友，没有鸟友，他都可以分享他看到的鸟，或是去问别人的鸟。我是觉得小朋友他的分享这个很好，这样。开幕式伫分嘉南滨海风景区管理处长的主持，包括嘉义领馆处、甲市府观光旅游局的官员拢到场出席。现场并且致送每一位参赛者平安烟袋。有足参赛的队伍，伫24点钟的赛程，拢会用一路平安，才刷伫北门游客中心，共同来吹响鸟笛，为台湾国际观鸟马拉松来正式起跑。台湾新闻林登采访报道。一栋好会当传承100年的建筑，一直是建筑界追求的目标。除了现在大家所在的建筑以外，未来趋势甲相关的产业阁是如何？透过 Discovery 频道探索新未来节目，拢要报互你知。你知道吗？建筑其实跟人体健康一样，也有分好建筑、坏建筑。如果这些指标都不合格，小心你可能住在病态建筑里。长期下来，有害物质可能会对身心造成破坏，引起头痛、疲劳或是过敏加剧等病态建筑症候群。我们有些旧的建筑经过装修的时候，如果没有选用这些富含甲醛的这些或者低甲醛的这些建材的话，那在累积一段时间之后，在室内会很不舒服再待在里面不舒服。像我自己就有经验，像我们大楼办公大楼盖好以后，买了这个新的家具进来，那个办公桌、会议桌它含的这个甲醛量比较高，只要进到那会议室，每个人眼睛就开始刺痛，快要流眼泪，喉咙就开始瘙痒。那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如果你觉得你的眼睛、你的喉咙、你的鼻子
开始有些不舒服，甚至有人可能皮肤开始有些症状的话，那要小心哦，这可能就是一个病态建筑的症候群啊。那为什么叫做症候群呢？因为每个人发生的症状都不太完全一模一样，有人可能是觉得没有精神，有人可能是咳嗽，有人可能是呼吸困难，那有人可能是胸闷，很多不同的这种症状。那甚至有的人呢，可能2、3种症状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就是后来把这些类似的情形就叫做是一个症候群。所以这个所谓的病态建筑症候群，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来的哈。由全球健康建筑认证机构美国 IWBI 所颁布的 WELL 健康建筑，以建筑的空气、水、营养、光、运动、热舒适、生环境、材料、精神、社区等10项指标作为健康建筑的依据。在台湾首座通过认证的建筑，就透过电视特辑来传达这项建筑新观念。我们也是2006年的前后，我们报道了这个台湾的绿建筑。那接下来今天这个探索新未来健康建筑的节目呢，我们就希望要报道接下来20年的一个建筑物的趋势，就是怎么样在建筑物里面维护人体的健康。电视特辑将带领观众见证台湾建筑产业同步全球趋势，且领先全球为新生儿打造健康环境新顶标，以人的身心灵作为优先考量，打造安全健康的新堡垒。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7分，有时乌阴，短暂好天气，温度19度到23度，落雨记录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介绍收看12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